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始今日的共读，要请静怡师母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乌罗你，伫早起时求你来听阮的声，搁听阮对你摆列阮所有的祈祷，恳求主你来应阮。此时阮嘛要来读你的话语，听主你的教导，求你互阮有耳孔的就应当听，会当将你的话语落伫虎头里，成长起来，结实百倍。也求你互阮对你的信心继续坚持到落尾。望主要所你过来的时，我会当甲主你同齐道，得到报赏，甲永远的活命。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要所的圣名求，阿门。阿门。接着来请牧师娘带咱来大家读今日的圣经节，是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17节。希伯来书12章，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着，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伫底判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着主先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无视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着详细想即个人的所做，恁才袂灰心失志。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恶意？恁甲罪恶斗争，也袂抵抗到死的程度。恁敢袂记得上帝苦劝恁，亲像伫苦劝囝儿。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便怕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就忍受管教。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囝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恁就是私生子，毋是真正的囝儿。受肉体的父母管教，咱都尊重因；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咱更毋应该搁较愿意顺从来得到活命。肉体的父母暂时顾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分伫伊的性格，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所以，恁遮会骹酸手软的人，着坚强起来，着修直恁要行的路，才免后摆的骹突轮，反倒得到医好，着努力甲正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若无人会记着主，着谨慎，才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才免有毒草发起来，造成危害，得到真侪人受污染，才免有人淫乱，无敬畏上帝，亲像以扫为着一顿食，出卖大囝的灵魂。另知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虽然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多谢咱这个希伯来书读完11章，咱会当搁一摆来复习对第一节讲的信心是生命，就是对所毋捌的事有把握，也对未看见的事为肯定。20到30讲信心会当赢着上帝应允，学了信心会当知影宇宙是通过上帝话造成，信心会当明白，迄个看袂着比看会着较大。第4节讲信心会当得到上帝欢喜，是用阿伯做例。5节、6节是讲信心会当得到上帝报赏，用以诺做例。第7节开始讲信心会当救全家，用拿阿做例。第8节到10节开始对第8节以后开始讲着阿伯拉罕，就是伊就开始毋知对倒位去，伫应允的所在做人客，但是继续仰望上帝应允会当成就。所以伊的信心也互伊亲像死人，但是会当做国的老爸。13节也
伊即个阿伯拉罕也相信，信心咱赢过死亡，来献家己的囝。34、39、60，讲信心来表明家己是咧得到上帝国的身份，超出地上的家，欣赏天顶的家，上帝也亲自来陪伴天顶的家乡。17、19、19、10，讲到信心会当通过考验，即个考验是上帝考验，也因为上帝互咱的应允较大，即个考验最爱掠条应允。信心要看去世人的确要过我20、10到22、10。信心互以撒安排伊的后事，传互两个囝雅各，传互两个孙约瑟，伊也传达爱将伊的骨头早离开埃及。23到26、信心看的宝贝是摩西，伊毋惊会老爸老母阿姐，毋惊王的命令将即个婴仔藏起来。摩西家己也本身无爱做埃及的王子，甘愿甲遮希伯人做伙受苦。信心互摩西看见米赛亚为米赛亚受侮辱，看赢埃及所有财宝。27到28，信心看见上帝，所以摩西坚持要离开埃及，毋惊王生气，也互伊看见迄个看袂见的上帝，坚持吞忍到落尾。设立搬过节是要来救伊的后代。29、30，佫看到摩西即个信心也带来上帝审判。埃及人互红海来淹去，也伫高城倒落来，伫拉合迄个城内底，无甲拉合有信心共款信心的人，最后拢去用杀死。32到34、信心互咱伫胜利时阵战赢，行公义，得到上帝应允，软正变刚强。35到38，信心互咱面对失败，就算讲失去亲人，咱向关家，咱受苦难。但是咱知影有更较水的应允伫头前咧等待。39到40，信心也互咱会当面对后来的人，因为头前的人就是遮人，因拢是因为信心得到上帝而乐，虽然无得到所应允，但是上帝拢有陪伴安排更较好的服侍，更较好的事，所以鼓噪咱的信心一直传，互信心继续是活的，传到咱这代，传到咱后代，传到千代。即个信心，上帝信心才当完全，意思完全实现哦。所以才会根据40，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遮的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实现。所以咱看到希伯来书对第1章讲的遮应验，然后讲到耶稣是更较水的使者。4章到8章，耶稣是更较水的祭司。9章到10章，耶稣用更较好的更较水的献祭，包括遮的制度来就是生育利益来帮助咱。对10章到13章是咧讲到爱用信心来信靠上帝，毋通超过伊个犯罪来得罪基督身躯天之主会。第10章32就爱少年过去所持守的信心，就是遮的会友因过去安怎样希伯来书遮的作守读遮的批的人，因安怎样甘愿去牺牲，去让人失去财产，但是因继续持守这个信心，然后在1章拄则咱复习的。今日要看的是12章，爱仰望耶稣基督，忍受忍耐一切的管教，也是教示，毋通拒绝上帝。对14章一直到29章，最后13章，就是信徒爱做事，甲最后祝福甲亲安啦。所以今日咱看的这个爱仰望耶稣，忍受管教，甲毋通拒绝上帝的警告，咱知影就是爱忍耐行这条天路。毋是只有行地上的路，人生的路是上帝为咱陪伴的真理道路甲活命。1到30、40到13章，讲到爱接受袂当拒绝抵挡上帝的管教。走这条天路，咱知影是天路，因为边仔有真侪的见证人，这见证人是围伫咱的四周围，所以咱知影咱无行这个行歪去，无偏差，就要继续甲这见证人行同一条路，就要仰望主神耶稣。耶稣为着将来喜乐，伊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得到应跟尊严的地位，坐伫上帝正边。所以这条路天路，就是爱一直少年思想耶稣就是爱一直抓心肝底，爱抓条伊，
伊爱忍爱耶稣安怎样忍耐，咱就爱安怎样忍耐哦。40到13节，这个上帝管教是互咱知影，这个管教只要无互咱要活得无死，就是无到伫死，咱就爱知影上帝一直就是咧教导咱，所以咱毋免惊，就算死，嘛是上帝伊会甲咱保全，互咱对死个活。所以老爸老母拢会管教家己的囝，因为这是真正的囝儿，后生查某囝。上帝甲咱当做真正的囝儿，所以伊真正爱咱学好，爱咱行伫正路。咱会尊重受咱对象的父母，所以对上帝管教，就更较爱顺服，然后爱伫上帝的性格顶头，爱甲伊做伙共款。受管教的时，迄当时是真无欢喜，真痛苦。但是这个管教，这个顺服会当带来义，这个义就是甲上帝好的关系，佮咱带来平安的结果。所以唔通因为管教来灰心丧志，这是头一个部分。14节到17节要讲的就是唔通拒绝上帝恩典，就要尽力追求平安甲圣洁，是甲上帝甲人的关系，嘛要小心避免失去上帝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得救的性命，唔通真做背叛的来牵拖大家哦，来互这个见证人，这个信心的坚固性。一个破下，16节到17节，佮用旧约的以扫作为例啊，贪恋世俗，直到伊后来，伊要悔改，找无路通悔改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原来真长，有几啊字，可能时间无够，会当一个做伙分享，但是脱去残累我们的罪。对这个12章会开始讲卸下各样的重担，现代中文犯罪排除一切的障碍，以这个描述的就是讲运动员，因在走的时阵，歹一个物件在走，跑到终点的时阵，就是将迄个歹的重担会当摕落来，所以咱的这个动作，就是爱排除一切的障碍，不管是该用的运动员是在跨栏。也是讲，但是歹物件到终点会当拿下，但是呢，这拢是一个过程，不是永远的。然后耶稣伊是咱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个创始呢，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是咱的元帅，是咱的领导者；成终者呢，是一个完成者、完成者。所以伊就是信心的开始、带头的，到最后信心的落尾、结束的，拢是伫耶稣。所以意思讲，对头到尾拢唔通离开耶稣然后第4节再到第5节，再咧讲着唔通袂去接，就是这个抵抗到流血抵抗到流血，就是小争三争打架抵挡不管是进攻或是防守。所以你这个所在不是指进攻，是指防守。第5节难道你们又忘了？又忘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忘记了就是上帝伊的话，上帝安怎讲话来口肯，就是说你忘记了上帝的话，忘记了上帝的应许，所以对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这种的训练，这种的掠条的就放弃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这是出自这个箴言第3章第11节到12节，完了这就是用74译本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所以唔通因为上帝的责备来灰心丧志，这个责备就是更正、纠正所以责备不是为了咱这个责备这里，咱来当作是在骂人上帝在生气，不是这个字的意思是讲上帝甲咱纠正。甲咱讲什么是对的，所以咱就爱思想安怎对，唔通灰心丧志。灰心丧志讲本来是在场上打拳击，然后安尼一直出拳，但是灰心丧志讲哇，结果知影要输被打倒，这个出拳没有力气，丧失斗志就是弃赛歪走唔通安尼因为为什么唔通互上帝救进的时阵呢？然后就讲歪伊我。塞奶甩太然后就歪伊不是上帝要收纳伊所有上帝鞭拍嘛要收纳
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哦。这个收纳不是讲把它收起来，收纳的意思是讲欢喜啊，收纳就是接纳，就是欢喜每一个囝，所以就爱来领受这的管教。因为上帝疼囝啊，老爸老母疼囝，上帝嘛是安尼疼囝。第80到第90讲，如果咱也无接受上帝管教拒绝，安尼咱就毋是无，就证明咱无要做伊的囝。那表示讲耶稣为咱所成的这个功劳就无啊。所以咱就算咱有挂名，咱有洗礼，咱是基督徒，咱有一个职称职分，但是咧，咱最后这个上帝囝毋是真正的囝，是偷生的囝。因为一开始那个信心的媒介拢无起来，你若有信心，就爱有受管教，所以相信就蒙顺服，顺服就蒙福啊，所以顺服好蒙福好，这些东西一气呵成，一体两面的。好，肉体老爸属灵的灵性的父亲，好，你现在做一本已经无这个翻译上的那个困扰，好，就是指地上的咱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天顶的老爸就是上帝爸囝信心，好，然后最后13讲爱脚发酸的腿即嘛翻成发抖的腿，好，伊的意思就是讲瘫痪的膝盖，好，迄个骹头夫已经无力了，好，所以徛袂直了，好，就爱软落去啊，所以即马这个现在就就是用发抖腿，就是两个脚好安尼皮皮挫，好徛袂在，好软弱的膝盖，还是瘫痪的膝盖，行伫正路修把道路修直就是走在直路上面。这个直路呢，就是指上帝以信心的路，所以唔是歪路，唔是这个黑暗路，是正路然后后边14到17节就爱努力甲人和睦。这个努力伊的意思讲尽量去敲吹，所以它的原文的意思讲我们要去寻找。所以努力的意思不是只有做而已，还要去想，还要去看，去找到如何跟人家和睦的方式，过圣洁的生活。和睦的意思就是平安啦，圣洁就是咱生活上是拢好势，无引起这误会纠纷，无这会捌到这罪恶，因为没有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到主。所以这些安怎得到呢？是去敲吹，是去思想、去追寻。15节爱谨慎，免得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失去救恩。这个恩典的意思就是指失去了失去咱伫上帝这个得救，唔通互这个得救碰见。然后呢免得有毒根生出来迄个毒根是意思讲苦的迄个根就是下骹的苦，不是对外靠苦难，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里面。外面的苦跟里面的苦，哪个比较苦呢？里面的苦比较苦，外面的苦是攻击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心灵从外界来摧毁。但是里面的苦呢，是没有人来攻击你，自己造出来。想到谁呢？约伯做一个义人好人，魔鬼3番2次的害他，外面的苦难不断来。但是打不倒约伯。约伯的3个朋友来看他，陪他7天7夜都没恭维，然后一开口之后就犯罪，然后约伯的苦难就开始了。但是约伯真正的苦3个朋友跟他辩论3个回合，约伯嘛都没输但是真正的苦是伊内面迄个苦就是伊感觉家己是义人无做歹代志，为什么上帝安尼这无公平？所以苦毒的根造出来，跟上帝辩论，跟上帝大碎声，和现在就会翻成一株有毒的植物，对照就是诗篇第1篇在地黑水边的树这个是教士结果子的树这边是教士在结苦毒果子的树贻害人群就是沾染污秽就是变做是一种的误会，变做是一种的妖乱，这个扰乱的意思呢，就是造成混乱。现在中文译本翻成贻害人群。所以尾以扫伊安怎又无敬虔，为着一点点的食米，就是迄个红汤，也是迄个红豆汤，都另外这个大囝的名就无其实在以扫面前，亚伯拉罕看重的是长子的名分，
那亚伯拉罕是不是长孙？这个有争议，但是他看重，好，所以他也得到了这个继承，然后也经了家的，不管是对该隐亚伯，好，安尼一路落来，这个大囝伫创世纪就是就清楚的，好，是上帝一个代表上帝的形象哦。但是伊煞为着一个红豆汤就歪啊，结果呢，后悔是安怎？想得到父亲的祝福被拒绝，然后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回心转意。这个我也意思说，老把赛想要现在中文本翻得很清楚，流着眼泪想寻找补救的办法，却无法改变他已经做的事情。这个信心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卖掉了，以至于到他年老不管归回，想要挽回已经挽不回。所以本来以扫应该成为以色列人，今嘛变成雅各被改名叫做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损失了。所以咱在第9章，好，让换了希伯来书的基督论啊，耶稣基督用更美的祭物洁净罪恶，他去建立天地的祭信所，就是迄个实体，然后为着罪人到上帝面前无受着阻挡，是对创世以来就有甲上帝同甘，伫今世的末期要献牺牲献祭，耶稣基督一届献上单灯除去众人的罪，第二摆过来顺要拯救耐心听候伊的人，这是第9章。第10章19、19、25、25，看到基督论，基督用家己的血进入天顶的祭信所，为人拍开一条新国外的路，拍破家己的身躯，互人经过个报连，这个报连不慢子。基督伊真做伟大的祭司，伫你上帝家，基督爱人用信心甲信心来自我清洁，亲近上帝。基督爱人彼此相顾来聚会行好。基督爱人知影迄个日子要瓦群，就更较爱彼此相顾，唔通停止聚会。今日咱嘛看到12章1到30，嘛有一个基督论，这个见证人因在见证耶稣基督会当放下逐款的重担，这个见证人见证耶稣基督会当脱去残累我们的罪，这个见证人在见证的就是坚忍，不是见忍，怕唔对你坚忍的心奔跑追随基督。基督就是咱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起头到落尾。基督就是因为头前的喜乐，轻看这个见效，忍受伫十字架的苦难。所以特别来这个启示录讲，我是阿尼法，是欧米伽，就是头嘛是落尾，是创始成终。基督因为安尼，所以中间的过程就是爱甚至爱忍受苦难，叫人配喙烂，叫人扇喙皮，叫人头壳滴一个气皮的免流，但是伊拢吞忍。基督打，这嘛是基督论真清楚，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最后基督留落来一个款模式，一个模样，就是伊忍受罪人，安尼甲伊顶撞。但是没有心灰意懒啊，所以伫这个这段的中间，咱过一摆看到希伯来书，有很完整、很丰富、很多样貌的基督论啊，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咱回过头来个看，就是这个见证人，咱的这个悲上帝，伊爱咱坚忍来跑走头前的路程。所以咱就爱自行耶稣，就是爱自行来看耶稣，因为伊是咱的信心的开始甲起头甲落尾，伊要无伫十字架面前来救起，还记得这个字吗？退缩，这就是信心救起被缩小了，所以咱的信心袂使互伊救起，所以礼拜日时嘛讲。这个食愈老信心就爱愈大，咱唔通食愈老信心愈倒救啊，愈无信心，安尼就害啊。因为伊是咱的起头甲落尾，咱嘛知影耶稣已经坐伫上帝正边，所以第3章讲爱思想一想耶稣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啥物呢？就是安怎样忍受这罪人，互伊当作讨厌，甲耶稣当作讨厌，但是伊无受气，伊无起来。变面，耶稣我讲，安尼赞门，然后就讲，恁遮就开始弯起来。所以咱犹原受甲耶稣同款的苦难的时阵，唔通灰心丧志。然后第2个就是爱留心主的管教，
这是主要第二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教导，咱就要注意，因为这个上帝安怎疼囝，老爸安怎疼囝，上帝嘛安怎疼咱，这个疼就是会甲咱救济。所以救济中间，表示讲咱要知影什么是好的，是唔好的，对的唔对的，其实做牧者嘛爱常常用圣经的话来救济这个信徒甲会友。但是呢，当这个会友听到牧师甲因照圣经，若是照圣经甲因救济的时阵呢，因会感觉无欢喜、无爽快，所以牧者歹做人，所以嘛有一句话讲牧师无朋友啊。因为什么人爱甲这种的人做朋友？忠言逆耳。但是上帝伊予耶稣做咱至好的朋友啊！至好的朋友毋是讲安尼你兄我弟酒肉朋友，逐工安尼骂西叫做至好朋友。至好朋友是敢甲你讲正话，敢甲你，但是毋是讲安尼无互你无面子，是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就是爱真要紧的照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咱要做人的好朋友，咱嘛爱引经据典，用圣经来教导。当咱同款受这种的教师苦难管教的时阵，咱嘛爱忍受，爱顺服。这种的顺服，就互咱的生命得到营养分，就进步，爱救进啊。无顺服就是讲我无错，我没有不对的地方，叫做悖逆，就是明知故犯。已经知影不知者无罪，即嘛是明知佮故犯。尼这个生命愈来愈害，愈来愈惨，然后最后就是气杀啊！所以但是顺服会当安怎来过和平的轨迹，过正直的生活，行伫正直的路，这就是一气呵成，而且探到落尾。不管这个苦难实力价偌重偌大，但是呢，拢是互咱得到快乐。最后就是爱知影上帝恩典，信心互咱知影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就是互咱去思想、敲吹，安怎甲人做过和睦，安怎样过一个圣洁上帝所欢喜的日子。上帝恩典互咱坚信这个救恩，咱袂因为凊彩就放杀，将这个救恩就无爱啊！咱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咱唔通亲像以扫。为着一撮汤，把喙焦，直要咬死啊！结果这个恩典救恩，竟然会当凊彩就卖掉，造成淫乱啊！这淫乱的意思呢，就是讲无敬虔啊！所指的意思呢，就是伫这个世俗顶悬，的这个贪婪啊！所以亲像以扫同款啊！最后。流目屎，要补救，伊安尼不管安怎甲伊流白球，少年的时阵，年老的时阵，即马都已经成定局啊。说出来的话，就是讲，所有顶撞耶稣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了。亵渎圣灵包括出卖长子的名分，包括出卖耶稣，咱阁一概将耶稣定死里给，这个救恩到手了，恩典到手了，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咱竟然阁甲伊卖掉啊，无法改变他已做了的事情啊。所以今日这段互咱看到信心奔跑天路，就是爱勇猛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这见证人，然后爱。通过这见证人，咱爱仔细思想耶稣他受苦的经历啊，耶稣他怎么样忍受人的顶撞，40到13节，信心互咱顺服到管教，这个管教呢，就是咱拄则读的圣经是管教，但是有时咱来读管教。我想应该拢无问题，拢听有。信心互咱顺服，因为忍受管教就是上帝真正的儿女，顺服管教就是要活出上帝的性命，所以让这个生命继续活着。经历这个管教，就是通过之后，就让结出平安甲义的轨迹哦。最后信心互咱进入稳定。就是爱追求甲人和睦圣洁的生活，就是头壳爱一直想，唔通只有想家己咧想的是爱想整个上帝国、整个小组、整个教会拢爱和睦，就爱谨慎这
紧走出来，唔通变做苦毒埋怨。苦难毋是对外口，是对内底。安尼就是互咱的心败坏，变做淫乱，就是贪恋世俗。然后以扫安怎对云顶中间摄落来，将家己踢出来。这个管教，上帝对的管教就安怎放弃啊？雅各得到这个管教，结果呢，换伊开始去互上帝管，所以咱若读创世纪，对看到雅各的故事呢，一路上帝拢甲伊修正，教到伊老的时阵啊，真正教到足老的时阵。但是伊嘛做一个信心的老爸啊，甲伊阿公同款啊。今日这段的经句就是第20节，我们要注视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相反地，为了那等待着他的喜乐，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作一回事。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就注行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得头前的喜乐，无视凌辱，忍受是日嘅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耶稣，你成做阮信心的起头，也是成做阮信心的落尾。阮感谢你，为着阮来到这个世间，阮也听候你，为着阮，搁要一届登到这个世间。伫这个中间的时刻，阮有苦难。阮有实力价，阮有见笑，阮有软弱，但是阮有真侪的见证人伫阮的四周围，亲像云遐尔济在包围着阮，保护阮的信心。求主，互阮这个信心是食愈老，信心愈大，互阮的信心无倒退，无因为受到上帝管教，无受到世间的苦难，无互阮心内底的埋怨变做毒菌来吞食。阮的信心，互阮冷淡退后，互阮颠倒拍断手骨，颠倒勇，互阮颠倒欢喜行这条天路。当人对阮愈讨厌的时，为着信仰对阮愈讨厌的时阵，阮愈欢喜勇敢进前，因为为着伊受苦，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阮欢喜为着上帝国、上帝义。来行这条信心的路，愿上帝引带带领帮赞，也祝福阮每一位兄弟，我会当仰望耶稣，得到坚固完全的信心，也将这个信心交互一代过一代。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多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